佢哋氣象署呢已經發布中度風颱8位的海上、陸上風颱警報。這陸上警報的範圍呢擴大到彰化以北、宜蘭、花蓮、台東等14個縣市。陰暗呢到明仔載這時是風雨上界明顯的時陣。要若這暴風圈呢按照明仔載透早呢會吸到陸地，這吸到的所在將有可能是新北的這個東北角、宜蘭或者是花蓮的北邊。要若這登陸的幾率有變較細咯，而且這暴風圈接近台灣的時陣會小可糾起，唔是所有的縣市攏會互這暴風圈打掉咧。8位風颱繼續行西北方向挖台灣過來，新北市淡水隨10下晝開始有風雨。氣象署講，暴風圈會伫10月透早吸到陸地，地點有可能是新北市東北角、宜蘭或者是花蓮北邊。雖然風颱看起來有較小，不過威力也是真強。目前針對海上發布警戒的區域，包括了整個東半部海面、巴士海峽、台灣北部海面以及台灣海峽北部。陸上警戒的縣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縣市、南投、宜蘭、花蓮、台東以及馬祖。風颱西邊的雲慢慢挖台灣，隨着暗到10月日時是風颱影響上明顯的時陣，四季攏可能有大雨。氣象署講，風颱路線有小可較偏北，而且暴風圈佇咧挖台灣的時陣會小可變較細，所以有一個縣市可能袂佇咧暴風圈內邊。到中午過後，整個雨勢也有逐漸往中部地區擴增的趨勢。而此外，在南部地區受到熱力作用的影響，高屏也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陣雨出現。那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，颱風本身比較明顯的環流，其實現在都還在海面上，而且接下來會逐漸接近我們，所以接下來的一段時間，各地風雨的影響都會越來越明顯。氣象署也發布大型災防警告，包括屏東、宜蘭、花蓮、台東，在東半部的影這麼已經有7公尺到9公尺懸，在咧風颱中心的所在，影有可能超過10公尺。屏東滿洲港口海沙坡、昆關處峽谷的海域也封起來，大家莫去這個危險的所在。我知道這一次的風雨可能會很大，那我們公所特別，我們從25號，水馬上退，我們清潔隊就馬上進駐。屏東的長治鄉、頂國的強港河真濟所在淹水，這邊攏傳化。風颱話來，愈暗風雨愈明顯。總統加行政院長隨即攏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。總共有2萬多個兵力還有器具、設備以及車輛都已經準備好。那有些淹水的潛勢地區，國防部也已經預防性的進駐就是要跟中央跟地方都要站在一起。除了聽中央的防災措施，也跟新北市和得標的縣市首長時程連線。賴總統提出3點指示，加強中央地方合作，做好高風險區域的準備工作，也感謝國軍幫助救災的工作，希望把災害降到上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